Hello，大家好，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近來嚟講咧，喺西貢區咧都非常之多盛事啦。尤其我哋科技大學嚟講咧，就獲得咧第3間醫學院嘅興建。咁呢一樣咧，大大咧去令到我哋西貢區咧喺呢啲叫優質嘅租售戶嚟講咧，進一步提升啦。咁而整體成個市場嚟講咧，我見到咧唔少嘅名人咧都入市啦，所以咧更加進一步咧令到我哋整個西貢區或者甚至我哋成個香港嗰個交投量咧都係進一步上升，而價位咧亦都係啦，由呢一個結束咗4年咧一路跌嘅狀況而家有輕微嘅升幅嘅。而今次咧，我要介紹一啲成交同埋一啲筍盤俾大家咧，就位於喺我哋嘅西貢清水灣道呢一度嘅打鼓嶺嘅地段嘅。咁其實呢一邊咧，環境非常之清幽嘅。呢度一共有6個嘅別墅群嘅，分別咧有呢一個今次介紹咧呢個叫翠聯小築啦。咁今年嚟講咧都有2宗嘅豪宅成交嘅。咁而呢一個嘅單號屋實用面積係1692尺。以呢一個超低價2450萬成交，咁我點解叫做超低價咧？去形容佢咧，因為呢個原業主咧喺2015年10年前買入嘅時候咧，係以3280萬購入嘅。同樣嚟講咧，佢已經有埋咁靚嘅裝修，大家可以睇睇個圖片啊，係咪好靚咧？咁但係佢今次咧以一個低價嘅成交啦。咁所以反映咧，其實雖然而家個市場成交量係上升，不過咧價錢咧有個別嘅單位嚟講咧，都係一個低位承接。咁亦都可以睇到啦，因為其實翠聯小築呢度嘅環境咧非常之幽靜，我啱啱都聽到唔少嘅雀仔聲。不過只係話咧呢邊咧都係望一個叫翠綠嘅山景啦，而優點亦都係佢鄰近呢個清水灣道，所以咧佢係交通非常之方便㗎。佢唔使揸車都好，你行幾步咧已經係有巴士小巴去出入呢一個將軍澳同埋彩虹，落去就係呢個西貢區啦。所以咧環境嚟講咧，我哋又叫做旺中大靜啦。亦都望到一個開揚嘅翠綠嘅山景。大家可以見到天色咁靚嘅時候咧，喺度住咧係非常之寫意嘅。同埋嚟講，你可以見到啦，其實即係話1700尺嘅實用，2400幾萬嘅成交，咁嘅價錢你已經擁有一間叫做歐式嘅別墅，有自己嘅車房、花園，係咪好寫意呢？同樣喺呢一個清水灣道打鼓嶺段咧，我都介紹一啲筍盤俾大家啦。而最大型喺度嘅豪宅群咧，就叫松桃苑，佢一共咧分開6段咁多㗎。而今次我介紹一個咧就係 C 段一個嘅雙號屋，咁佢嗰個實用面積咧係1926尺，但係叫價而家只係2150萬㗎咋。有鎖匙，屬於銀主嘅單位，所以係非常之筍嘅呢個價錢。分分鐘我諗唔使1萬蚊尺價咧，有機會買到。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過嚟望一望啦。而另外一個咧位置嘅段數咧係景觀都更加開揚啲，因為比較高位啲啦，屬於 E 段嘅一啲嘅雙號屋，有晒靚裝修嘅。大家可以睇到因為呢度有幾間可以放緊出嚟啦。分別都唔少嘅翻新嘅裝修，或者甚至有一間咧係更加有品味設計嘅裝修嘅，望到咧開揚嘅康湖居嘅海景添㗎，所以景緻非常之優質。單位嚟講，亦都有自己嘅車房，個花園咧更加比 C 段嗰間咧仲大啲添㗎。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嚟講咧，記得聯絡我 Frankie 啦。咁而我介紹第3間啦。就呢間咧位於喺叫歡景花園一間嘅單號屋，咁呢一度嚟講咧屬於喺打鼓嶺段咧一個頭排位置，所以咧條前邊咧更加無擋，望到咧咁開揚嘅白沙灣海景整個康湖居咧盡入眼簾嘅，同埋咧佢係2層積嘅設計，所以佢個實用度咧係好大嘅，2196尺嘅實用面積，2層高大花園。有埋自己嘅私家泳池，咁所以咧喺個市場裏邊咧都非常之罕有㗎。大家望完相，如果有興趣嘅，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咁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相信我哋嘅資深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因為我哋分別有我哋嘅西沙路分行，而家 CIVC 入伙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咧，亦都可以咧過嚟同我哋望一望大量嘅租售樓盤。另外咧，我哋西貢市中心分行啦，我哋咧都係叫做專營咧一啲嘅別墅屋啦，同埋村屋
同埋一啲區裏邊嘅一啲嘅分層嘅低密度豪宅，我哋啲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更加咧，我哋嘅清水灣澳龍分行只係喺澳龍隔離嘅啫，行過嚟1-2分鐘已經到㗎啦。咁啊，相信咧我哋嘅樓盤咧唔會俾人哋少㗎。咁啊，多謝大家收睇，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頻道啊。好，拜拜。買樓怕中火，揾奇豐至輕鬆。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等你買得開心，住得安心。5天置業冷靜期，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全程免佣金，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4重凶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篩走所有凶宅可能性。100萬防假保障，謝絕虛假業主，如有發現，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100%真盤承諾，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真盤，絕無虛假資訊。世紀21奇豐，讓置業變得幸福。